今天我们参观了广药集团，然后嘉都科技，还有亿航。通过走访这些企业，看到他们的一些产品的展示，还有场景的搭建呢，我也感觉到了就是科技赋能产业发展这个亮点。同时呢，深刻的体会到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医疗、科技还有交通方面都是同心同力，然后深度合作，深度融合的。在国家“15+5”的规划指导之下呢，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会越来越好。邀请香港的媒体，可以让他们领略到就是内地现在科技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同时呢，通过他们的提问，就是和香港也是紧密结合的，也可以了解到可能就是粤港澳之間有什麼合作，在進行密切的推進，我們的產業能一起達到什麼樣的一個成果的轉換吧。今日以嚟都有唔少點係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啱啱頭先就係呢個飛行器啦，咁我頭先係坐咗上去，哇！對我嚟講係好興奮啊，因為我咁耐以嚟見嗰啲咧飛行器都係可能航拍類，即係嗰啲 size 比較細少㗎啦。咁但係今次見到咁大部喎，咁大部得嚟，我仲可以坐上去體驗喎，哇！咁我真係超興奮。咁坐到入去其實感覺係好舒服，一啲都唔壓迫嘅。咁大家可能會即係有個疑問，喂，其實呢啲飛唔飛得起啊？係咪展品嚟㗎？喂，頭先我睇埋，原來真係可以飛得起嘅，仲係好安全、好穩陣咁樣起飛同埋降落，咁令到我對即係祖國嗰個科技咧，我係覺得好驕傲，亦都覺得科技嗰個科技係發展係非常非常之快嘅，即係好希望呢啲科技將來可以快啲，可以喺香港嗰度見到咯。咁今次有好多港澳嘅媒體朋友啦，都嚟到一齊採訪啦。咁我覺得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咁一來就係令到港澳朋友有機會親眼親身去睇到呢啲科技，去體驗呢啲科技。咁我哋先會有一個觸感，報導出嚟嘅故事先會有溫度咯。咁亦都令到佢哋嘅故事，亦都可以令到港澳嘅市民可以睇到原來我哋祖國嘅科技發展已經去到一個咁厲害嘅程度。咁大家對祖國嗰個感情亦都會更加深厚咯。